這100箱5000斤的各類菜，攏是佇遮對南投山區的產地車來台南小東里，透過情緣慈善會愛心志工來到協助。最近因為各類菜嘛是生產過量，拄好佇小東里一年一度往年節公益義賣來促銷，這民眾嘛攏熱情響應。各類菜足好誒，會當做愛心。來這裡參加這義賣，很有意義，也很高興。開採建行，我1月24號要開頭獎，已經開2次了，很感謝我們里長，所以我今天義賣來買了4箱。今年已經是辦了第4年了，那麼我們的里民響應的情況都很熱烈，那麼我們的想法是一方面能夠將生產過剩農民賣給大盤商的價錢那麼不划算，我們把它收購了以後，也用很優惠、很優質的方式來分享我們的鄉親。那所得呢，我們會捐給這個社會的弱勢團體。小東里愛心義賣佇活動中的合辦已經第4檔，由原政治節服務處等單位嘛熱情協助，都來要將青甜的各類菜甲民眾分享。現場嘛安排寫春聯、送春聯以及免費的義診、live 的演唱等內容相當豐富。這民代貴賓嘛攏到場讚聲，肯定里長當日來小停小農，幫助永民遺孤甲永齡國中特境學生的用心。春聯的活動，還有那個義檢幫老人家們的義檢非常的熱鬧溫馨。然後呢，還有特別呢，也來自那個山上的這個高麗菜這個高麗菜的一個義賣，義賣。然後我們現場呢，還有我們的原住民的一個歌喉現場非常的熱鬧充滿了溫馨多元。忘年祭最特別的是，他有請來特地在我身後的這個南投來的小農全部都是非常鮮甜的高麗菜。那另外呢，在這個周邊呢，另外還有上化的小農帶來的這個竹炭花生，然後呢，也有很多的這個義賣。那義賣呢，就會把這個義賣的善款呢，捐給這個弱勢的這個單位。一人50塊高山各類菜公益義賣，真緊的時間，最後5000斤攏總賣完，嘛好活動畫下完美句點。台南新聞管子採訪報道。